最近的大雨嘛，佇花蓮台東造成着災情。花蓮光復鄉的佛祖街嚴重淹水，有一個獨居的老大人厝前淹水掉入厝內。老大人講，進前做風颱，也唔捌淹甲遮爾啊慘。講家己住幾10年咯，閣是頭一屆拄到。當地村長接到通報，趕緊甲老大人帶到鄉公所去安置。有沒有人拿東西給你吃？有沒有人拿東西給你吃？穿紅衫獨居的老大人，看徛起來，徛在外口攏全淹水，淹甲真嗨，淹到都袂舒適，烏中的孤島。都只有你一個人在家？對啊，可能啊，已經住幾十年了。我還沒有，大水，那個颱風來，那個水還沒有淹上來的，淹在下面。以前我們這個是在下面，然後颱風，他們那邊有淹到，我們就沒有淹到啊。每坎節後強風暴雨，安尼摧殘，樹瓦倒規塗骹，獨居的老大人掉佇厝內，受到嘅壓力甲西南風影響，花蓮縣光復鄉昨暝大雨，台東村部分所在淹水，村長接到通報，緊趕到現場。已經移至鄉公所，我們跟他講，他就說可以啊。我跟他的孫啊都會積水，因為地勢沒辦法，這次做水溝好像洞太小。水都排不出去啊！那個涵洞是不是？太小了啦。因為它是家具、桌椅甲電風攏全浸水。實際上，這屆的大雨，佛祖街真濟徛街攏有淹水。還是擔心吶。還是擔心。對，擔心，因為畢竟他們這邊的水都會排到我們家後面。村長講，有淹水的徛街，目前會先甲室內規劃管，鄉公所要開放空間，予需要的民眾使用。華東地區這邊，敢若希望莫閣發生災情。